以线的人骗行到腓尼基、古比路、安提阿，无对别人讲道理，只有对犹太人讲那定。若是其中有古比路、古年来几若人到安提阿，也对希利尼人传主耶稣的福音。主的手甲因伫地，神来归伫主，因的效业不止这。论到这的人有消息传到耶路撒冷，互教会听去，因就找巴拿巴去安提阿，已经到看去上帝恩就欢喜。可见众人用心志结连伫主，因为伊是好人，有信心甲信满满。对安尼，加天济人归伫主。伊去大数找扫罗，已经拄着就找伊到安提阿。因伫教会中自执1年久，假是济人，佮学生称作基督徒，是对安提阿去。13章第1节，伫安提阿伫教会中有先知甲教师几若人，就是巴拿巴甲称作年纪的西面。古年来人路求甲分封的人人均希律，但培养的马念以及扫罗，因服侍主禁食的时，信心讲。就甲我分派巴拿巴、扫罗来正我调因去担当的工，对安尼禁食祈祷，用手还因就找因去。以上，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。题目是跨越文化教会扩展，跨越文化教会扩展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当把悲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阮平安经过一礼拜。伫主你要有福气，会当来敬拜你。但阮恳求主你，显示阮逐人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开阮的心门，互阮有属灵的智慧，会当明白。我咱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。伫咱过去的即个有几个礼拜，咱重新来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今年中间的一个主题，就是教会的起造。当然，使徒行传咱已经规本已经看过，咱逐章安尼逐章安尼讲过的时阵，咱对整个的使徒行传也有明白。但是咱佮从这中间甲教会起造有关的，咱家己巧做伙，咱要用7讲。有7个主日，伫遐来讲有关教会起造，咱会当明白，佮会当参与伫内底。但咱已经经过今仔日是第5讲啊，所以咱伫云幕顶头所看到这个时阵，后壁拢头前一项代志安怎发生，然后看到教会伊安怎，咱看伊才有讲到教会建立、伊的成长、伊的即个扩散啊，然后让它定根。甲即个扩展，然后增长，甲即个广传，这是拢用华语的吼，所以一寡句咱毋知要安怎。头拄阮咧讨论讲跨越要安怎讲吼，所以拄则机会然后伊嘛是讲跨越啊，大家嘛听无啥有吼，超越嘛无啥成，搬过嘛无啥成，就是大家知影就对啦吼。本来要讲下过啊嘛无啥成安尼吼。就是意思就是讲，你原来有一寡拘束伫咧，咱要安怎甲伊超过去？咱莫阁有遮物件，阁甲伊拘束掉。若干若文化，有真侪物件。咱看见这正面说教会顶顶这时，其实这就是教会成立的一个过程伫咧。伊先开始来起建立起来，然后开始来成长，成长了已经开始要阁向外开始会当。搁到无共款的所在，会愈来愈大。但是到每一个所在，你拢爱定稳伫咧。定稳了时，开始扩展，甲即个扩散无啥共款。扩展就是讲向外口完全无共款的即种境界开始去看。咱今日所看的是这部分，无共款的族群，无共款的文化，无共款的即种传统等等，你要安怎会当搬过去？然后伫遐看到教会就开始成长，开始到伫逐世界拢总有。咱看见是一个教会起造的一个过程，就是安尼咧行。咱当然，咱嘛已经行到中间的一站啊。咱到底要安怎继续行？咱慢慢会当对圣经来了解。头前这4字是啥？代表这教会安怎经过这个过程中间是，因是碰到什么代志？
这代志咱会当看开，原来是圣神咧主导这代志。圣神爱伊安怎做，你才会当达到后壁这个情形。教会要伫遐来建立，你需要有圣神甲你充满才有。教会要来成长的时，因为你遇到艰难，你就开始伫迄所在，逐个人会当同心一致。然后你若要安怎会当四散的时，就是因为你不再安定伫这个所在，你想着避开出去的人，搁伫遐接受这个大使命，继续传福音，等等，才就开始看见。教会变咱定军的时，因为有人会当违心伫内底。等等，这是咱今仔日伫这所在要来学习到第5个这个部分。当然，过去的这几讲中间，咱会当做一个结入起来。头一个就是圣神啊，教会受到建立的时，是因为圣神充满，要来建立一个整全的教会。但是教会有这个功能的，这个功能是你拢总爱有，你毋是干那偏一部分来了。咱知影有的教会，因讲因是一个个内的这种教会。所以咱内底，咱兄弟姊妹足好就好啊！哦，咱彼此相听，啊，彼此真关怀。咱外口这甲咱无共款的啊，所以咱无必要去关心伊。迄是干那个内的这种教会，无主要说咱大使命头一句就讲安怎，你要万百姓成做伊的学生。所以毋是这外口这嘛是咱所有教会外面，这是咱爱需要去关心的，毋是需要无，迄才是教会整个的这整全的计划一个。所以咱讲咱教会5大功能一个，头一个咱要有敬拜，咱要彼此团契，咱彼此要服侍，咱彼此要继续爱来成长，爱定来受教育，然后咱来去宣告。就是咱教会整全的这种这个教会功能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安尼，所以互咱来学习。咱看第2课，因讲到当教会受到这个艰难的时，这艰难有对外来嘛有对内的。外面的时，这初来教会因是犹太人。这犹太教的人应该迫害，应该这使徒掠去，叫因讲袂使佫该讲耶稣的代志啊。但是因伫遐讲，我爱顺探上帝，还是爱顺探人？当然嘛是顺探上帝啊。因着安尼坚持了时，教会就受到祝福，伫遐来成长起来。但是教会开始人做起来，毋是干那受到外面的迫害尔，开始有对内的这种纷争来产生啊。初来教会一开始3000人，然后佮加5000人，有至少8000人伫迄所在因，开始发现民众时会关心关顾无办法，遐尼尽心尽力去做教时，开始有声出现啦。阮敢若孤儿共款，阮敢若恁敢若较照顾伊，无照顾阮共款。这个话开始伫遐来发生的时阵，这使徒有智慧，因着伫遐来竞选执事，这是一个制度起来时，这执事专门来管这诸神的代志，教会事务的代志，然后这人的较侪人就受到这关顾，然后使徒因着认真来传福音来祈祷，安尼同心意意做这教会伫遐来得到兴旺。这第2项的时，其实咱每一个教会拢共款碰到这种问题的。咱可能袂感觉到外来迫害的，因为咱的台湾的所在是宗教自由，所以咱感觉无受到呢。但是咱嘛去常常碰到一个，到底我的军队的真理，还是军队的外面的这个所讲的，还是毋是无一定是外面所讲？咱内底的人有人意见真强，但是明明甲圣经的教示无共款，咱到底爱听什么？咱什么坚持伫上帝这个教示内底是？咱嘛有这种问题的，还是讲咱内底先开始一个关心的部分？咱嘛发现讲有这种情形伫咧，有人无一定受到人的，伊感觉伊受无遐尼多的这种关心伫咧。但是牧师常常伫这所来讲，咱若进教伫教会，咱就开始咧成长，一步一步成长。咱应该不再是迄个食恁的这个红眼啊。咱愈来愈长大，长大了就是换咱爱去关心别人，毋是伫迄个所在一直听候别人来关心咱。所以颠倒是咱去关心人，但是咱嘛常常听见这声，阮敢若无受到人关心共款，阮哪敢亲像孤儿共款，这是一项。嘛有一项，亲像讲，咱对教会种种代志，咱无一定真了解的时阵，咱就用咱家己的想法，开始咱就伫迄所在来批评，咱来论断，咱伫迄个所在来讲一个负面的话，咱只来发出咱的谣言伫咧。当然，咱对无清楚的代志，咱会当谣言，但是毋是爱批评，毋是爱论断，咱应该去寻求答案伫咧，这是一个方法。搁一个方法，完全顺服。你知影教会即个小会员真认真咧办
知影的代志，就伫遐认真咧处理，除非是咱毋知影。啥物你看伊这样代志是小伙毋知影无？咱啥物有责任应该甲即个小伙来报告，互伊会当去处理无？其实过去即段中间的时阵，咱有发生一寡代志，会感觉大家开始安尼有感觉是毋是安怎？我发现我即背后就是一项，就是无了解。无了解的情形之下，毋是要去想了解，变做等一寡问题出来。为什么安尼？为什么安尼？迄较属于即种批评论断的即个部分。咱教会有一个青年，真需要咱来关怀。即个青年的关怀，牧师甲团队用足侪心思伫迄个所在咧思考，爱安怎来做？因为毋拿咱教会咧关怀伊。伊有诶要来到咱教会前诶时，迄个单位嘛咧关怀伊，所以两边就伫遐所在来讨论，讲爱安怎关怀。咱诶窗口应该一个拿定。大家若拢无共款诶，即种想法无共做法是，互即个青年就开始无办法负起伊应该有诶责任伫咧。这上海需要甲伊建立诶，因为伊感觉无即个责任感伫咧，因为伊。凊彩开一下喙，就真疼心的人伫遐甲帮助伊啊，所以一直无办法成长，无办法。咱牧师啊团队只有来讲，甲所有知影的人，已经有咧关心人家讲，请你会当窗口干那一位，透过团队来关心伊。然后外面的嘛安尼，拢安尼，咱就拢用一个窗口来对面，你会使为着伊祈祷，但是你毋通为着伊来做一寡遮个代志，因为伊袂当得到成长。咱可能真侪人90%人拢毋知影即项代志。你可能有一天拄好去看到是，即个人咱教会无咧个关系，毋是无咧个关系，是用咱感觉对伊有帮助的方法，伫遐咧帮助伊，要建立伊的责任感伫咧。但是咱若无理解的人，我们咧听咧几啊遍，教会哪会安尼？教会哪会即种无咧关系？教会安怎？咱伫初来教会嘛，碰到即种情形。对内有一寡纷争，无了解引起的这种纷争伫咧，逐人要安怎有迄个信心伫咧？相信教会会真好势伫遐来处理的时阵，是咱感觉无啥物教会毋知，咱就教会知影，然后咱其他人无参与，咱就用祈祷来帮助。或者的人，或者真正咧帮助的人，因会当有智慧伫咧，有耐心来处理这代志。真可能这时间是短短，真可能是真长伫咧。那么看见有这样代志，其实今仔咱牧师非常欢喜。伫过去咧4年久的中间的时，咱有一位兄弟，伊经济发生问题，然后咱牧师就伫遐来呼吁，有啥物人愿意来帮助伊无？咱有订一个金额，几下个人真感谢主，因来帮助。然后伊讲伊会当的时阵，伊会当来行。迄阵大家都想讲有行啊，无行，当然阵毋忙啦。大概毋过经过4年啊，也无即个无任何消息，大概认为无啊，无拍算伫过去一礼拜中间，伊就将所有村的拢总回来伫牧师，今仔日这钱就拢发到等于伫逐人遐当初招伊的人心情。有真侪人可能嘛毋知影这代志，有可能讲迄人就出现问题，咱也无甲帮助，咱遮拢无公开。但是来教会知影代志，咱就尽力伫迄个所在做。相信咱伫报告中间，常常嘛会提起什么代志，你来相信小会员有咧认真处理。即将我讲这意思，要互咱知影讲，每一个教会对来颠倒伊的纷争，会比大位外围来，迄个破坏力更较大伫咧。咱要安怎会当抵抗这？咱只有参与这初来教会共款，因当动心意义伫咧。会当相信这领导者伊有这智慧咧处理这，然后咱就为着因来带导。伊真可能因为毋知影啥物情，咱就甲伊，互伊了解更较清楚。咱毋是用讲负面，毋是咧批评的这种方式伫咧。迄是咱看见第二个阶段中间，教会建立了要成长，伊会面对足侪困难伫咧。这困难中间，大家要安怎共同伫迄所在来学习、来帮助，会当真做合一的这个心伫咧。第三课是咱讲到教会开始有受到迫害，这迫害中间，咱看见这司提反受这个宣告了的时候，这人开始四散出去，四散出去就是避开少，还是伫迄个所在开始伫遐咧
做别项代志，无因去迄个所在，因为领受主的最大使命，还有万百姓诚做伊的学生啊，所以伊去到倒位啊，就去倒位来传福音，教会就开始伫迄个所在来扩散出去。这是第三课，第四课是咱顶回拄啊在顶2礼拜前拄啊讲起着，开始教会伫迄个所在要安怎会当定军落去？咱需要啊呐，咱需要有主，甲咱三个做伙，然后咱需要有即个愿意为心的人。嘛有一寡人袂当为心，袂当遐尼侪付出要安怎？伊得当参与就好，伊毋通去揪迄个后骹的人。伊就伫迄个所在正面为着因祈祷服侍着，所以咱有讲起几项，伊要会当。定军要当兴旺，就要三一的上帝甲伊三个做伙。神同在，我个信心照开力，然后主耶稣做咱的中心点。意思是讲，你常常徛伫主耶稣的立场来想这个代志。若是主耶稣伊会安怎做？咱得安怎倚靠伊，然后咱行伫主的心的心情。然后这是甲上帝关系，甲人的关系中间有啥物？有愿意为心的人无？毋是所有代志啊，啥物人去做就好啊？是我愿意安尼来做。咱拢想咱家己应该安怎来付出，会当诚做教会帮助嘛。然后咱也袂当心，咱至少就参与包括祈祷嘛是一种参与，包括正面的鼓励嘛是一种的参与。然后安尼时，咱就看见教会要定军要兴旺。但是教会若定军伫这个所在了后，是毋是安尼就好？无，主要所第一个使命就甲咱讲，爱去互万百姓诚做伊学生啊。所以你来开始想着爱扩展。这扩展毋是讲咱伫别位佫设一个点安尼若定，无扩展有更较大的意义伫咧。你是干那伫咱的基督徒中间咧找基督徒尔定，还是你开始要超济遐毋是基督徒的人？遐甲咱的想法完全无共款，信仰无共款的，要安怎会当化解这个鸿沟伫咧？咱来看见这初代教会，伊嘛碰到这问题，因为一开始因为干那伫犹太人中间来咧传基督徒。在传这个基督，耶稣就是基督，而这个好消息来定。因若固定伫迄个所在时，安尼基督教今仔日只有伫巴勒斯坦尔。伫犹太人中间只有争战，为犹太教诚做基督教，安尼若定。但是今仔咱看见这个福音已经传到全世界去，逐个所在真侪人认真伫遐咧传到因共款的人，还是无共款的族群的人，这就是。初代教会因开始安怎做，咱今仔要三个来学习。时代背景咱来看的时阵，第八使徒啊，第8章伫遐讲起司提反这代志的时阵，开始受到迫害。这人四散到各所在时，毋是去佚佗伫遐来传福音，也毋是去密起来。然后咱看见这是学生，咱看见12个使徒，12个使徒伊是咧做这个模范，咧带领这整个开始初代教会的时阵。因的观念认为讲，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选民，上帝所祝福的，所以因的福音敢若传到伫犹太人那点。要安怎互因会当突破这个问题？咱看见彼得就受到圣神甲伊带领。伫使徒行传第10章的时，伫遐讲到彼得看见一个异象，为天顶降落一个布，顶头内底拢全缀一寡这动物，这动物是因看这垃圾的，袂使食的物件，但是有声甲伊讲。摕起来抬来食，彼得讲食是无清洁，我自细汉就开始毋捌食个，所以我袂去食这物件。迄阵有一个声安尼讲：上帝所互伊清气的，你无得掠做粗俗；上帝所互伊清气的，你无得掠做粗俗。上帝看做好的就是好，毋是咱人家己认定是安怎就好。安尼连续3摆，然后有一个人来弄问。彼得，要创啥物？阮毋茫你会当到伫阮的主人的厝里。迄个主人是啥？是百夫长哥尼流，是这外邦人。原来这个哥尼流外邦人，伊也受到这个圣经的带领啊，伊你爱去找彼得，带伫倒位，请伊来讲上帝爱伊讲的话伫咧。彼得伫遐清楚，原来这个异象看见就是安怎，福音毋若伫以色列人。也要传到伫咱本来认为是即个有罪的人，认为即个无受祝福的人，甲亲像迄个看做无好的物件，毋通食的共款。上帝看做好，你就毋通看伊做粗俗。
彼得去到迄个所在，就传福音，互因规家的人，互伊的这部下，拢伫迄个所在来接受福音。在你讲中间，圣神充满伫的中间，彼得讲：那呢，我敢通阻止圣神的工伫咧，就甲因行洗礼。看是一个真好的代志。彼得观念改变了，开始将福音传到伫外邦人所在。但是其他的使徒、其他的信徒唔知影，所以等到伫耶路撒冷的时，受到责备啊！你为什么去到外邦人的厝里中间去食饭，佮伫迄个所在甲因三个做伙？彼得就将即个代志为头佮讲一遍，伊安怎受到圣神的启示，然后安怎等等遮，到最后伊讲，我会甲行洗礼，是因为圣神已经充满伫中间，就哪参像早时充满伫咱中间共款。最后结一个结论讲，我是自罪为主动上帝啊！我无办法做，这是上帝工，上帝咧做工，毋是我咧做工。这人听去了后，因就伫遐相信，就伫迄个所在无再讲话。终于，即个苦束伫遐来拍开啊！伫使徒中间，因开始知影上帝心意，毋是干那伫因的即个心，因的心上那点。其实这样代志，因早就应该知影，因为耶稣要上天的时阵，就甲因讲：你个传福音，传去互万百姓啊！佮讲到恁得爱伫耶路撒冷听候，听候圣神充满了后，你要得到快乐安怎？伫这个所在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地极包括毋是干那犹太人所在，所有所在拢包括在内。但是这学生哪亲像无共识共款，所以这个福音只有安那拘束伫犹太人中间。但是这上帝心意袂因为人伫迄个所在来拘束着。咱既然若是安尼拘束时，上帝互这代志发生的时，就是伊伫透过受到患难了，这人就开始四散。四散时，你不得已就要走去外围啊。有人到伫安提阿所在，有人到伫古比罗，古比罗就是即卖塞浦路斯吼，到腓尼基的所在，伫土耳其这所在，甚至到伫安提阿。安提阿是伫即个巴勒斯坦的顶面的所在，当地中海即个东北的即个所在的一个城市伫遐。听到迄个所在的时阵，因伫遐只有向犹太人讲，但是有一寡人毋是犹太人，住伫别位国的人，就是住伫古比罗、古利奈人，就是非洲的古利奈人，因嘛是到伫安提阿时，就向遐讲犹太、讲希腊话的人来传，还是讲向希腊人传，即两个讲法拢有吼。向希腊人，还是讲向犹太人中讲希腊话的人，伫遐来传主耶稣。咱看起伊的结果是啥子？讲主甲因同在，信来归主的人就真多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写的一个风格。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是医生，是路加。咱若知影医生咧写看病咧写病历的时，伊拢爱甲即个经过时间、地点、经过，拢写真清楚，尾后会写结果的咧。这人我今仔开什么药，后回来是啊，已经病得着好，等等，才会写这，还是牛肺啊，偌济啥，拢会记载伫。你有看去路加咧写这个《使徒行传》，就是安尼咧记载。所以到最后，拢会写一个呐，这样代志发生这了后，结果是甚么？结果直接写下来，信来归主的人就真多。后壁嘛继续搁写的，每一项代志煞，伊就写一个结论出来。所以路加写一个，互咱有一个真清楚的这种看起伫遮。咱看起信归主人真多，伫安提阿伊做啥物代志？因原来已经搬过文化，已经跨越这个文化的这种拘束伫咧。伊向这外邦人讲，伫遐来传福音，咱看起是一个突破伫迄个所在。但是住伫耶路撒冷这个使徒，因敢会安心噶？因知影是干那向上帝选民，所以因伫遐传到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因感觉无啥安心呢。派巴拉巴出去看到底是安怎？记载伫使徒行传11章的22节。伊去到迄个所在时，看见遐受到上帝的祝福啊！伊就劝勉因伫遐叫因爱定因的心志，毋通离开主。佮写到一个结论安那，侪人顺服了主。第24节所在安尼写，对安尼加天侪人归伫主，结论佫出来。原来这代志拢受到上帝祝福，
所以伫迄所在看见伊的结论就是安尼。巴拿巴伊个感觉伊家己气力无够，伊去大数所在去找保罗，然后因就伫保罗甲巴拿巴伫大数伫即个安提阿有1年的时间伫遐来教导因、培育因，然后伫遐看到结果出来啊，这个人是一群甲人无共款的，所以称呼这个人叫做军队基督的人，就是基督徒。基督徒这个名就是为安提阿教会开始，已经是。约略2000年的时开始，恁这军队基督的人就是基督徒。当然，咱即阵现在咱叫人称呼做基督徒的时，我相信咱心内是非常欢喜，因为安怎，因常常甲你讲，你是基督徒，恁会使做即种代志，啊，伊会使做，咱袂使做，表示讲咱的标准较悬，伊看重咱嘛真严格啊，真好啊，我的标准较悬，因为我要荣光上帝嘛，所以我要对人有利益啊，所以我当然做上帝看这好的啊。但是早时去用号做基督徒，我相信毋是这个意思的。早时用像这基督徒真可能是分别出来，啊，你即群遐的人啦，等下像即满咧讲，咱现在受不了压力，咱讲伊是啥？草莓族啦，啊，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共款。啊，遐无啥爱读册，啊，这叫做放牛班啦。有参照历史参像安尼，早时的基督徒真可能是像我无好的这种称呼，啊，你这就是对基督徒，你这。甲阮无共款的，有可能是安尼，但是咱今仔日真阳光，会当真感觉真欢喜，互人称作是基督徒的。有这种突破是安怎？因为因做出来行动有见证的。咱看见伫安提阿教会是安怎？教会伫迄个所在开始来扩展出来，因为伊愿意来行出来，所以记载历史的第13章的时候，就讲起因安怎行出来。咱先看见讲，伫即安提阿所建立的教会，原来是一个外邦的即种教会，因为伊已经搬过迄个文化伫咧。13章写着讲，迄个有5个人的名，人名伫迄个所在。这5个人名拢有外邦的即种背景伫咧，但是因的背景佫完全无共。是咧，无共款伫咧。头前是巴拿巴，巴拿巴是住伫古比路，就是塞尔布斯内底。伊是利未人，但是伊是住伫，毋是伫耶路撒冷，毋是即个巴勒斯坦的所在。咱拢对伊真清楚，因为伊对保罗真大帮衬伫咧。伊是一个真敬虔的人，啊，真有疼心的一个人。第二个人讲叫做西边，称叫做尼格的西边。西边其实是西文的希腊语，伊个称呼伊做尼格，尼格其实是音译啦，是 Negro 的意思，乌人。所以，这个西文就是古年来迄个所在，迄个西文，咱就知影有一个叫古年来的西文，迄个人就是耶稣派十字架跋倒的时阵，平顶掠一个人来甲耶稣派迄个十字架，迄个就是啥古年来的人西文。所以大部分的学者拢认为，这个人就是咧讲迄个人。等于替耶稣派十字架，伊看伊主耶稣为着人的牺牲，伊伫遐来成做基督徒，伊到伫安提阿所在，伫遐来咧服侍。古年来人路求，即就是我非洲迄个即个人真可能就是咱拄则咧看，伫即个使徒行传11章20到20到21节中间，遐讲有一寡人，即个古年来人甲即个古比路的人去到伫安提阿，因为向外邦人伫遐传，这是其中的一位。然后有一个叫马念。这马念是自细汉，希律王细汉时，甲伊三个做伙，所以甲即个王宫内底的人有关系。一个应该毋是基督徒，但是伊嘛真做一个基督徒，佫有保罗伫。这5个人因的背景完全无共款，但是因却会当三个做伙。因三个做伙咧创啥物？敬正基督，因为伊也要知影上帝心意到底是啥物。当上帝透过伫敬正基督中间圣神甲因讲话，因讲着爱甲我分派巴拿巴、扫罗来做正我调因去担当的工，就是要分派伊出去。然后因就伫遐敬正基督，甲伊欢手，然后就甲伊送伊出去。咱可能安尼读个真简单，但是咱毋知有想到咧，安提阿教会是虾米人去起造？虾米人伫遐来做头？来培育因的，什么人是这个教会上界重要的人？
你若认真看就知，巴拿巴甲保罗就是安提阿教会上界重要的人，起造甲因造就，建立起来，甲因定稳伫迄个所在，就是透过巴拿巴甲保罗。但现实来讲，你甲这两个人，要我要差派去别位，这代志若发生伫咱的中间，咱毋知安怎去想。袂使啊！这是阮教会上个重要的人，阮当需要伊哪会使出去？但是咱看见这个所在，因就差派因出去。咱看见的是啥物？咱看见是这个安提阿教会因真好的这种盘过迄个区束，超越，是个跨越讲迄个区束伫咧，毋那文化啦，对啊。连伊的思想、伊的观念嘛，拢伫迄个所在变化。但是因为安尼，咱就看见一个新的开始伫咧。犹太教会扩展成对一个普世的即个教会伫咧，不再搁伫巴勒斯坦尔啦。开始保罗伊就向西边行，经过土耳其，搁过即个爱琴海，到伫欧洲的所在，福音就安尼来传开。咱台湾嘛，经过几啊年了后，开始为苏格兰传到伫咱南部的所在，苏格兰佫传到伫加拿大去，加拿大佫派人传到伫咱的北部来，马街传到是为加拿大来传到伫即个北部所在伫淡水的所在，1872年传来，1865年伊的前7年的时阵，马雅各医生以苏格兰到伫台湾，福音就安尼传起来，到今年已经148年啊。福音因为有遮侪人愿意去跨越，伊当初的这区束伫咧，一个红门啊，咱即嘛讲红门啊，就是外国人，一个外国人愿意到伫台湾来，伊完全无熟悉的一个环境，袂晓讲的言语，思想无共款的，但是伊愿意离开伊的家乡远远的所在，为着要将好消息报告伫即个所在来。我相信有真侪伊爱突破的，所以伫这结论，咱要来问看讲，咱爱安怎？咱家己有啥物爱突破的无？咱要怎跨越家己的？咱来跨越有啥物物件伫咧？咱若要向四周人传福音的时，咱毋知咱跨越咱的观念未？咱的传统、咱的偏见、咱的固执啊未？啊是咱是毋讲啊？因遮人哪会遐尔啊？去拜迄种人手刻的这物件？但是最近阮伫即个领主中间，阮当咧读一个穆耶翰牧师伊的即个册时，伊遐讲起讲伫即乌干达所发生的这个代志，迄灵界代志。灵界内底发生的这种争执，咱真侪人，咱毋知影灵界这个事伫咧。但是咱因为咱有我靠上帝咧，所以咱拢毋惊这个代志。其实灵界争执一直伫咧。主耶稣嘛常常伫遐来赶鬼鬼附身咧，表示讲有一寡这灵界有即个官兵伫咧。这官兵有可能是好，有可能是歹。但是若有真侪人，伊若拜其他这神的时，伊会当深深来感谢伊，表示讲迄个神捌做对伊有帮助的代志。咱袂来否认这个代志，这个代志事实有伫咧所在。只不过咱会当，咱毋知影这个神是毋是迄个美善的神，伊是毋是有参像讲圣经内底有这样子侪应允白纸黑字写互咱，所以咱会当相信无？咱个知民间在信仰中间，伊拢无这经典会当咱伫来看讲，即个神会当安怎祝福伫咱，安怎帮助咱无？但是咱所相信的唯一的即个真实的，伊写伫这白纸黑字，互咱知，从来无改变，几千年来拢总共款，只有你即个确信伫咧。咱是因为即个确信伫咧，咱要将咱即个确信，将咱的领袖来报人知，咱毋是要否定伊的。咱有这种观念会改变无？咱有啥物传统，互咱感觉咱只有干那咱是好，那定甲，敢有影是安尼？咱若要接福音来传出去，咱需要真侪这种爱突破的所在，需要去跨越部分。教会嘛共款，教会嘛有真侪需要去跨越、去突破的所在。啥物教派就干那咱的教派，其他的教派咱拢无甲伊无来往安尼，还是有传统啊、习惯啊、保守等等这个。这拢是咱来思考的。当咱教会开始来建立起来，咱开始来成长，咱开始伫迄所在
来点滚了时，咱来确定到底无共款文化，无共款即个族群的所在，遐完全跟咱信仰无共款，咱要安怎会当进入到迄个所在是？这是今仔咱所学习的，因为安提阿教会就是安尼做。伊去到这个所在，伊就为着迄个所在传互讲希腊话的人，讲即个希腊人伫迄个所在传福音的。所以咱看见有参像巴拿巴、保罗即种会当委身伫教会的即种领袖伫咧，所以教会就伫迄个所在有即个确定的。那为了教会要确定，咱毋知愿意安怎来委身。咱教会第三个牧者，咱所找毋是对内。咱是对外社区的牧者，因为咱知咱的教会无可能真正是一个对内顾家己、顾内这种的教会那点，咱需要外面才有这么大的这个合场的，这个人咱需要有这责任来报因知影主耶稣的这个福音的，所以咱需要有这个开发的这个部分的。咱开始看见社区，咱有这个空间伫迄个所在做，当咱该。政府中间嘛有做这种庇护中心，等于邀请咱会当将这食物银行的一站的人，咱非常欢喜的接纳。开始做了，咱就无停过，已经到即阵，逐年拢安尼无停，一直在做。其实这另外13个站，真早就拢无这个物资，因就停起来。咱嘛物资无够安那，小会佫出钱，教会出钱，佫继续来帮助这些需要的人。咱虽然去庇护中心，因为某种原因咱暂停起来，但是咱做是无停起来，因为咱知咱后一步要做甚物，咱要关顾遐老人伫咧，咱需要做是老人的日照日托的这个代志啫，但是咱欠场所。等咱来第时来找到场所时，咱就会当开始，因为咱已经研究好啊，咱嘛去访问几个所在，因安怎来做，咱嘛甲政府伫遐来讨论讲，这日照日托咱来做时，咱需要安怎？这拢是看这个社区这需要。今年中间的时，咱阁准备伫遐要来发行一个叫做社区报。咱嘛甲这个社区，咱家己围一个线起来。咱社区就是这三明路，这个半圆围起来。咱这边的是这个咱的铁路围起来。哎，这个半圆就是咱的社区。咱先安尼做咱的标准，然后开始分析。伫这中间有几间教会，有几间大的组织啥物。这个人的这个有几个理，啊，这大部分的特色到底是甚物？啊，咱要安怎来关心？要安怎加入因的帮衬？啊，中间的媒介是甚物？所以咱来出一个报纸，叫做社区报，毋望会当加入这个媒介之类，加入这个媒介。咱按算伫8月时，这个报纸就要出来。这是一个咱嘛咧努力安怎会当将咱教会伫遮会当来确定出去。那么一个在准备一个戏剧布道，那么毋知咱做了会如何？所以咱先头一遍先8月底，咱伫遮有一个戏剧布道，邀请大家拢来参加，因为恁就是要看啊，恁就是观众，然后看了是恁来出意见，讲这个有啥物爱修改无？然后咱有较好势了时，咱就开始要对外来做。教会要确定，你需要真多的这种努力伫咧。咱伫7月第一礼拜时，咱到伫福丰国中，伫遐来关心遐国中生。咱7月第2礼拜，咱到头小的所在，伫遐来关心这小学的人。福丰国中40个学生，咱40个同工伫遐来服侍因。头小90个学生，咱70个同工去甲因服侍。咱顶当人是足多的，但是有看到结果无？昨拜六礼拜是牧师主理，我发现倒面这我咱无啥熟悉，原来这就是啊，福丰国中的学生来。然后佫一寡是啥？是咱咧做头小的时阵，因来报名做志工的人。志工咱才有互伊训练，然后伊甲咱共款做伙活动的时，伊发现这基督徒安怎无共款，因就愿意来参与看卖。120个来参与伫咱的这个拜六的礼拜开始伫遐。教会要安怎确定？你需要有这种跨越，若需要你派上重要的人出去，你不愿意互派无？若需要你要跨出遐甲咱信仰无共款，爱去甲因传福音，你愿意无？想法甲咱拢无共款的，价值观无共款的，你愿意去甲伊，互伊知你
会价值观者还没这种沟通啊无。教会要得到扩展，咱需要真侪这种跨越，包括咱家己，包括咱教会，包括侪拢需要。你毋知会当委身伫这事顶面啊无？伫即礼拜中间，咱有小组有这问题，咱三个来学习。头前是认为是免咱来了解伫初来教会前的第三个地方讲安那。伫台湾，咱的民地的占大多数民间宗教信仰的群众的时阵，咱毋知伫需要伫倒一方面，爱伫遐来跨越，爱来改变无？啊，要安怎来跨越？要安怎来改变？毋茫咱伫小组中间有好的讨论，就诚侪咱的帮助。咱教会伫遮定军了后，咱需要伫迄个所来扩展。初代教会互咱诚侪帮助，但是需要咱家己伫即所在来努力，愿主祝福伫咱。教会以及咱每一个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到巴贝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互阮来真做主你的学生。但是阮领受着主你的大使命，爱互万百姓真做你的学生。阮伫遮来看见早时即个初代教会安怎向外邦人伫遐来发展，原来就是安提阿教会，因安怎突破迄个拘束伫咧。福音就开始来传出去，但我们需要伫台湾的所在，阮需要做的这种突破伫咧。阮爱改变阮的观念，改变阮的这个想法、这个偏见伫咧，然后阮会当靠着信心的开来，大胆会当将这个福音来传出去，互更较侪人会当来领受着主你的恩典伫伊身上。求主你帮助阮，你祝福伫阮教会以及个人的这种突破所做的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阮要用许多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的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必得人来受苦，定是伫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，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平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圣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